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分享曙光，Go Go 共好吧，我是民族。今天呢，夏天要到了，民族要教大家做一些料理，要给你做在随时不用到每种地度拿出来呢，就能够随时的消暑解热。故此呢，我来做两个吉利多。今天呢，我们用香吉汁。就是有大吉大利的意思，那混合在我们已经有滚开水、热水当中，所以我现在先来调果汁的部分喽。吉利丁呢，40:1，也就是40公克液体要加1公克的吉利丁。好，其实我有一点点偷吃补，因为呢，待会儿做好这个吉利丁的时间啦，要不用都要给。汽水里面，它就会冰冰凉凉的，又吃到我的吉利丁，就会很痛快咯。记得汽水客家话就是叫做汽水，汽水是汽水，不是水，不是水而已哦。所以要小心哦，就是要赶快放到你的容器里面，避免它很快会定型。好，我现在让它冷却，要放到冰箱里面喽。嗨，冰箱也是我们今天要学的新的词，就是叫做。冰箱，这就是冰箱咯。每个人家庭的冰箱不一样，你家的冰箱有没有很整齐呢？好，我们现在放到冰箱里面，让它慢慢等待喽。哦，没想到连做果冻也没有这么简单的，它的比例要拿捏得很精准。今天呢，请试吃员帮我们喝，夏天的时候就是要喝冰冰凉凉的汽水加果冻，让你消暑解渴一下，还 OK 吗？那我教你讲一句客家话好不好？好，这是汽水加果冻，清凉又好喝。汽水掺果冻，汽水掺果冻，清凉又好身，清凉又好身。好厉害哦 ！Hello， 各位朋友们，今天呢，我们一起来学做这个果冻。哇，夏天吃到这冰冰凉凉的果冻，真的非常的痛快。特别呢是自己做的，真的很有成就感哦。当然了，我们认识了新的词，来复习一遍吧。来考第一个就是汽水。汽水，第二个呢就是冰箱，冰箱。第三个，我们来学到一整句话，就是汽水加果冻，清凉又好喝。汽水掺果冻，清凉又好食。汽水掺果冻，清凉又好食。哦，这种清凉的好滋味真的很让人怀念，大家随时都可以 DIY 哦。下次见，拜拜。